空虚失落，走不出阴暗的角落。耶稣照亮了迷失的我，他的爱重生了我。告别羞愧与不堪，罪恶不能再捆绑我。耶稣赐我恩典与能力，叫我勇敢抬起头。他深知我最深的软弱，他赦免我所有的过错，他听见我心中的呐喊，加力量使我重新来过。大家平安。今天早上的圣经共读是何西阿书第3章1到5节。我们先来一起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你是慈爱的神，请你带领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，认识你的话语，使我们不迷路，也帮助我们要成长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像在吃奶的婴儿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先一起读何西阿书第3章1到5节。何西阿书第3章1到5节，上主对我说，你再去爱那离弃丈夫另结新欢的淫妇，你要爱她，像我爱以色列人一样。虽然他们叛离我，去拜别的神，喜爱祭过偶像的葡萄饼，我仍然爱他们。于是我用15块银子和150公斤大麦的代价买回这女人。我叫她不要再当妓女，要安分守己，跟我住在一起。但是这段时间我不跟她同房。同样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以色列人将没有君王和领袖，没有祭祀，没有石柱，没有偶像和神牌可占卜。过了这段时期，以色列人要再次回心转意，寻求上主他们的上帝，归回他们的君王大卫家，这样在将来的日子，他们会敬畏上主，领受他丰富的赏赐。第1节，上帝要何西阿再去爱他的妻子歌密，她就是一个淫妇。谁能去爱一个淫妇呢？以色列就像这位淫妇，上帝就是这么爱以色列。以色列做很多坏事，像去拜别的神，立神牌，占卜，对偶像献祭，种种可恶的事，让上帝很难过，很生气，甚至上帝说，你们不是我的子民。也像一个父亲受不了叛逆儿子，要断绝亲情一样，这是很严重的事。但是上帝仍然很爱以色列。第2节，上帝要何西阿用金钱
和产业的代价，再把他妻子再爱回来。不管他妻子有多不好，有多不真，就像以色列人叛离上帝，上帝还是用他的伟大的爱去原谅他们一遍又一遍可恶的行为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的软弱，世界的诱惑，让我们一次一次的跌倒，让我们一次一次的犯罪。神的宝贵生命，因为爱世界人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原谅我们的罪。第3节，何西阿要他妻子安分守己，思考所做不对的事。这段时间要安静，要离开做厌恶的事，就好像跟他妻子立一个约，不要再去当妓女了。就像叫以色列人要认罪悔改，停止作恶的事。第4节描述重新做起，离开作恶，不再去看偶像，不再去做祭拜，不再谈偶像的事，不再去听偶像的消息，只要过平平淡淡的生活。久而久，我们又回来上帝身边了。第5节，这个时候就是回心转意，回到神的怀抱里，寻求神的话，领受他的恩惠，领受他丰富的赏赐。亲爱的大家，有时候我们不是故意要犯错，有时候因为好奇，有时候想尝试过瘾，有时候在困难中忘记神的存在。请记得，先寻求神的国，神的义，不住祷告。祷告是唯一的路，跟神沟通。他时时刻刻等待我们的回心转意，不要怀疑，只要相信。今天的金句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。我们来一起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爱我们，感谢你与我们同在。你是我们唯一的神，我们的光，我们的依靠。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。请主耶稣帮助我们，用你的话语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，在忙碌中仍然保持与你有好关系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黑暗中，我空虚失落，走不出阴暗的角落。耶稣照亮了迷失的我，他的爱重生了我。告别羞愧与不堪，罪恶不能再捆绑我。耶稣赐我恩典与能力，叫我勇敢抬起头。他深知我
我重新来过。他深知我最深的软弱，他赦免我所有的过错，他听见我心中的呐喊，加力量使我重新来过。主宝血洗净了我一切污秽，过去的他不再纪念，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，与主同死同复活。他深知我最深的软弱，他赦免我所有的过错，他听见我心中的呐喊，加力量使我重新来过，加力量使我重新